哦，收拾好了吧？准备出发了，别人应该都到了。你叫我什么？咋了？滚出去，红酱！给我滚起来！赶紧收拾好，我准备出发。好嘞，现在就去收拾。你看你最近熬夜熬的脸上这么油，怎么打扮都没精神。来，你试试这个。你就看我石老师用了半年后的脸，这毛孔的干净程度，里面的亚马逊白泥混合双重氨基酸能够把毛孔里的脏东西都掏出来，深层吸附度油脂，而且不会紧绷假滑，还有包裹型水杨酸在脸上缓慢持续的释放，把脸上的出油阀门拧紧。你看我早上洗的脸，到现在都没怎么出油，控油效果是真的很厉害。毕竟是敢把有效控油直接印在包装上的33年老国货品牌。你看看，这才叫帅哥。那这么好的东西怎么不早点给我？那不赶巧了吗？现在到手100毫升正装，还给你4片免洗洁面巾和1瓶30毫升旅行装呢。